樂，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今日我哋嚟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，呢度平時係交通樞紐，但新春期間，佢搖身一變，成為咗一個充滿藝術同節日氣氛嘅打卡點。今年寶城保險同歌手陳雷合作，打造咗一個限量版賀年優質巴士站。賀年優質巴士站以無藍編織將巴士站化身成新春限定打卡點，設計糅合桃花、年桔、錦鯉、財神等多款新春元素，為人來人往嘅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注入滿滿嘅新春活力。呢啲歐式作品唔單止係裝飾，仲係一種文化融合，將傳統手作同現代都市空間結合，令大家喺繁忙嘅巴士總站都可以感受到慢活嘅溫度。如果大家嚟到尖沙咀，記得過嚟呢度打卡影相，同親友一齊留住新春嘅回憶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留言同我分享 ，like 同 share，仲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支持更多香港特色內容。